带上面饼。妈妈，我在上班呢。3把是3把，面饼是面饼，去吧。记得多喝水。好。累了就把羊赶回来。到了。你看，我们家扎拉现在是放羊的好手，你就放心吧。可孩子还小，再说了，过几天孩子就开学了，这可咋办呢？不受点苦，怎么能长成藏族汉子？再说了，扎拉去上学，家里不是还有我吗？你家里什么时候指望上你了？我知道是你，快松开！就不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好。快点来抓我呀！快点来抓我！上手！你昨天怎么没来呀？昨天我和阿爸去参加赛歌大会了，我阿爸又拿冠军了。你阿爸真厉害啊！今天晚上家里要请好多客人来庆祝，我是特地来请你的。今晚村后还要点篝火，大家唱歌跳舞，就像过节一样。我不去。求你了，去吧！我可是就你这一个朋友。再说了，我给阿爸说要请朋友来了，你要是不去，我多没面子啊！好吧，我去。耶！送给你的，真漂亮。这是哪来的呀？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他有神奇的力量。太美了，谢谢你，扎拉。你阿爸唱得真好。那当然了，要不怎么能拿冠军呢？我阿爸说了，我的嗓音也不错，将来也可以当歌手。干嘛非要当歌手呢？我阿爸说了，当歌手可以走遍草原，将来嫁到更加富饶的地方。那我到哪找你？傻瓜，嫁人的姑娘怎么能找？除非什么？除非你娶我。你愿意娶我吗？愿意。你不是特别想要一把龙头琴吗？快跟我来。阿爸。哎，我的乖女儿，哎呀，你今天可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啊？这是我请来的客人，他叫扎拉。哦，真的？大家都听到了吧？我的小卓玛都有客人了啊！阿爸，你不是说你这次拿到了冠军就送我一件礼物，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阿爸说话算数。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阿爸都给你摘下来。我想要一把龙头琴。龙头琴啊？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唱歌跳舞，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龙头琴了？再说了，卓玛，你知道的，咱们这个地方的女孩子是不可以弹龙头琴的。不是我弹的，我想送给扎拉。哦，看样子你们两个还真的是好朋友啊。可是弹龙头琴是要有天赋的，他有吗？他当然有，他会吹音笛呢。他爸爸还是天葬师呢。啊，这么说，你是天葬师多吉的儿子？阿爸，我要把琴送给扎拉。一把龙头琴倒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要送给他，
老师，我不算数。哎呦，看样子我的小卓玛真是长大了，都会发脾气了啊！哎，朋友们，庆祝的夜晚如果没有了歌舞，就好像是夜空中失去了洁白的月亮；喝酒如果没有酒歌，就好像收获的青稞里没有灌浆。来吧，让我们尽情的唱起来，跳起来！엄마 내 뱀매호, 엄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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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 뱀매호. 扎拉送给你。我不要。怎么了？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把龙头琴吗？这把琴跟了我20多年了，要不是我的小卓玛替你求情，我是不会把它给你的。想要弹好它，是需要天赋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希望有一天你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琴手。什么是天赋？那你就去问天上的雄鹰吧，问他们怎样飞上蓝天，又是怎样飞过冰川的。走，卓玛，我们该回家了。等一等，我的歌声迟早会嘹亮，我的舞姿一定会优美，我的琴声也早晚会悦耳。那我就等着看了。我长大后还要让卓玛做我的新娘呢。哈哈哈，小伙子，你很有志向啊！你记住了，龙头琴我可以给你，可是你要想娶我的桑吉卓玛，可就没有那么简单喽！去！呀，哪里来的？是扎拉送我的。卓玛，阿爸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让你跟扎拉那样的孩子来往。为什么呀？因为他是天葬师多吉的儿子。那又怎么样？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大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了。哦。好了，吃饭吧。卓玛懂什么呀？再说过2天咱们搬到州上去了吗？咱们为什么要搬到州上去啊？阿爸跟你姑姑说好了，送你去州上上学。不，我才不去呢。为什么？别人想去都去不了呢。州上条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你姑姑是音乐老师，教你唱歌跳舞，将来还可以进歌舞团，多好的事！哇！哎，卓玛，还没吃完呢。我吃饱了。扎拉，你怎么来了？扎拉，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家过2天就要搬走了，我阿爸要把我送到州上上学去。
桌上在哪里？远吗？我也不知道啊。我阿爸说桌上条件可好了，我姑姑是音乐老师，可以教我唱歌跳舞。那我以后再见到你了吗？我也不知道啊。你到时候会来送我吗？会的，一定会。那我先回去了。你将来真的会娶我吗？会的，一定会。别忘了到时候送我。好。卓玛，卓玛，得快点，快点！卓玛，卓玛，快点，快点走！我要回家了。回家？今天是周周聚会，是尽情快乐的日子，干嘛回家？哎，对了，我跟你说过跟元清师傅一起行走草原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啊？这是个机会，跟我们走吧。干嘛要跟你们走啊？张拉，你有才华，你琴弹得好，舞跳得棒，歌唱的也不错呀，元清师傅很欣赏的。张拉，我知道你有走遍草原的想法，跟我们走吧，跟随节日的脚步，庆典的锣鼓，把你的歌声唱遍草原，这样总比在村里播种青稞、放牧牛羊有意思多了。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那就是放心不下父母了，没关系的，到了秋天就可以回来。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呀？扎拉，你不会真的想接你父亲的班做天葬师吧？说什么呢你？那你就是心里还想着桑吉卓玛。我知道你有多少次跑到舟上去看他演出，可是你每次只是偷偷的看，你心里觉得配不上人家，你把爱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你不像我们草原上的藏族汉子。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你是个胆小鬼。
你看，像这种男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呸！是个男人就比你强。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你吃多少我的女人？扎拉，老妈，快进去看看吧，你阿爸老毛病又犯了。今天是周周节，是年轻人快乐聚会的日子，你应该和他们在一起。阿爸，我还是带你去中商医院看看吧。不用，就是心脏的毛病，吃点药就没事了。上点岁数的人都这样。怎了？我想跟你谈点事。你已经不小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比一天差。我的心愿你是知道的。阿爸，我不想做天葬师。阿爸知道你喜欢唱歌跳舞，这阿爸也不反对，毕竟不像以前了，没有几个人愿意以此为职业了。可人总要死的，只要有人愿意在死后一生施舍众生，带着仁慈的心肠前往天堂，就不能没有天葬；而要天葬，就不能没有天葬师啊！阿爸，你想当初，你爷爷把我送进寺庙，当了僧人。师父让我做天葬师的时候，还不到18岁，当时也很不情愿。可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师父让我做天葬师的道理。后来你爷爷去世了，你奶奶身体常年有病，我就还俗成了家，照顾你奶奶。再后来，干天葬师的人越来越少了，寺里的公哥才让找到了我，他希望我继续做天葬师的工作，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一直干到现在。对你没别的要求，我只希望在我升天的时候，能看到你娶个媳妇，成个家，再把我的工作接过去，我也就满足了。你也是的，难道扎拉不接你的班，就没什么事可做了吗？你懂什么？这人呐，平安健康享受生活的时候，大都看不起这个职业，可到了告别阳世就不一样了。你们到了我这个年龄，我这个境遇，就会明白的。当然了，天葬师地位不高，赚不了什么钱，可是去天堂的路上，仁慈的灵魂需要帮手，这是对乐善好施者最后的满足，十分神圣的职业。阿爸，你也可以找别人吗？连你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找谁呀？
阿爸，对不起，我不能遵从你的安排去做天葬事。我想要离开一段时间，去找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天地大乱，草原大乱，哪里都可以走，哪里都可以去，就让我出去闯闯吧。请问桑吉卓玛在此？桑吉卓玛可是我们这里的名人，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从他家乡来的。他今天晚上到州上去演出了，他不在。大叫吧。接下来为大家登台演唱的是我们最喜爱的，也是当今最红的歌手桑吉卓玛。来，帮我签个名，帮我签个名，来，帮我签个名。来，帮我签个名，帮我签个名，来，帮我签个名。终于签到了。大家停一下，现在好像有个人，去看一下。
好像是扎了，扎了！大家听着，就地安营扎阵。来喝呀喝，喝！哦，拉稀的嘞，拉稀的嘞。师傅，他醒了。年轻人，你太沉默了。如果你的名字真的叫扎拉，你应该像男人一样快活起来。来，喝。这就对了，喝酒不是为了消愁，而是为了快乐。啊，喝。好，月亮头顶的时候，星星比钻石更明亮。该跳舞的时候了啊！扎了，跳得不错啊！就这样，我们歌舞的人没有烦恼，大家说对不对？跟我走。太好了，元清师傅接受你了。那又怎么样？这表明你是他弟子啦。看来我挺幸运的。当然了，他是草原上最著名、最优秀的艺人，是公认的歌舞大师。你和他在一起，能学到很多东西。他岁数也不小了。他是个快活的人，你和他在一起，生活处处充满奇迹。奇迹？是呀，今天你的出现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了，扎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在草原上喝醉呢？没什么，一切都过去了。哎，你不是说过要一起追逐节日的脚步，跟随青年的锣鼓，把歌唱遍草原吗？对呀。我决定留下来，跟你们一起走。真的，真是太好了。师傅，他们说你从未见过世面，突然就能弹弦唱戏，还说你是草原上的歌舞天才。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就会唱歌跳舞，是真的吗？哪有这样的事啊？他们瞎扯。我的歌舞是走遍天南地北中学来的，唱哑了下意识的嗓子，跳亮了数不清的靴子，才有了今天的。来，跟听着啊！
你来一下。我正忙着呢。我有事找你。不是，你快去吧。叫你。那你等我一下啊。多姐，有什么事情说呗，搞得神神秘秘的。大娃，我阿爸给我在州上买了新房子，你能陪我去看看吗？哎呀，你阿爸给你买房子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才不去。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喜欢你的人是我，不是他啦。多姐，你胡说什么呀你？自从他来到咱们队伍里，你们两个就天天在一起，我都追了你2年了，我就不明白他哪一点比我强。人家最起码不会逼着女孩子跟他谈恋爱。大娃，大娃。藏起竹马，美丽的姑娘。哦，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怎么，和多姐又吵架了？哎呀，他就是有病，别理他。哎，听人气师傅说你最近在创作歌曲。就随便写写。那能给我写什么？哪敢给你写歌？那有什么？只要是你写的我就喜欢。没准还能红呢。别开玩笑。哎，扎拉，我得给你说件事，线上要成立一个演出队，他们打电话专门叫我过去，是正式的编制，我也推荐了你啊。不应该推荐我。为什么？我喜欢自由。再说了，我跟任七师傅说好了，要继续跟他行走，把遗存在所有民间的歌舞全部学会。那我也不去了。大娃，这是你的机遇，不要错过。不，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大娃，人生的机遇都是各不相同的，人生的路也不一样。你放走了机遇，就相当于放走笼中的鸟儿，它是不会再回来的。再说，多杰那小伙挺好的，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不应该拒绝他。他那天……好了好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真是的，我就不明白了，那个女人在你心里难道一辈子都忘不掉吗？我恨你。大娃。
언제 저 속에서는 뭐 언제 모두 다외지 다외지 그리고 다 전부 언제 또 버리고 뭐 간다 뭐 그대로 뭐 간다 언제 와서 저저 누구 저 하는 뭐 전부도 다외지 다외지 그리고부터 다시 돌아오고 언제 또 버리고 뭐咋了？等等我。师傅，每次出发之前，您都要祈祷。咱们是要去哪儿啊？傻瓜，那不是祈祷。不是祈祷是什么？是心里的秘密，说你也不懂。是为了师母吧？当然是他了。天上的太阳比不过它更加明媚，地上的百灵鸟唱的比不过它唱的更加好听啊。可师傅，我听别人说师母跟人走了，您之所以在草原上到处行走，终身不娶，就是为了师母吧？唉，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几天我老造梦，梦见她还像年轻时那么漂亮。我想和她共舞，可怎么也追不上她。那晴天跟年轻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咋了？我老了，走遍草原，唱遍草原的心愿，我已经了了。该回到我遥远的故乡，寻找我的归宿了。师傅，你要走？是啊，当新的一年再次到来的时候，就是我离开的日子。可师傅，您说过要带我走遍草原，把所有的歌我都学会啊。天地大得很，草原大得很，歌舞的奥妙深得很呐。去吧，自己好好品尝去。师傅，你行啊，来，走，跳舞去啊！好。师傅，来蛋回来了，来蛋，最近办的怎么样？没问题。是拜托了。咋了？非常抱歉，我给你带了坏消息。怎么了？你的阿爸去世了。什么时候事情啊？已经好几天了。阿爸！咋了？回去吧，看看你的阿妈。你阿爸临走的前2天情况很不好，他昏迷的时候不停念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阿爸不让打，可我知道他一直放心不下你。阿爸，
爸还说些什么话？他说，你离家出走是他的过错，他不该逼着你去做天葬师。听说阿爸走的时候很平和，从那意识也很浓重。是啊，你阿爸走后，村里就没有了天葬师，是寺里的贡嘎才让亲自为你爸做的天葬。你阿爸走的时候很安详，他不让我去找医生，说他就要走了，脱离病痛的苦难，前往安乐的途中。之所以还活在痛苦中，就是因为还放心不下你。你阿爸去世后，全村的人也都来了，因为所有的人家都有亲人接受过你阿爸的天葬，大家敬重他，感谢他，怀念他。他对我说，他这一辈子做的事儿就一件，几十年来为人们死后的安宁尽心尽意，超度过各种各样的灵魂。他非常后悔没早点给村里带出一名天葬师。谢谢师父，为阿爸做的事。谢什么呀？我只是在他前往天堂的路上送了他一程。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是可以停下来休息的，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你的事情我听你阿爸说过，你想做一名唱遍草原的歌手，不想接你阿爸的班，这些我都理解。现在的生活丰富多彩，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情愿做天葬师的人越来越少，只是作为我们人来说，谁也免不了生老病死。天葬是我们古老的传统，是乐善好施者最后的选择。你阿爸活着的时候，我们谈论过此事，他忧心忡忡，担心人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天葬会因为没有人愿意做天葬师而消失。我对他说，不会的，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习俗和传统，轻易是不会消失的。如今它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和习俗，还是文化，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世界的尊重。知道了，师父，我先走了。我的心愿你是知道的，我只希望在我升天的时候能看到你娶个媳妇，成个家，再把我的工作接过去，我也就满足
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你就走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妈妈，我不走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再说我走了，家里事怎么办？哎呀，没事的，你阿爸走了以后，杨群呢一直有人代放，播种收割的时候，大伙儿都会帮忙的。哎，对了，听村里人说呀，桑吉卓玛前几年就结婚了，你也老大不小了，给阿玛娶个媳妇儿回来吧，啊。知道了，妈。好嘞。阿妈，你风湿病好一点了吗？吃了你给我的药，好多了，不用担心。雨季快到了，这2天我们把房子修下吧。好啊。阿妈，我给你吹个硬笛好吗？好啊，我好久没听你吹硬笛了。这些地雷，老叔，按照您的吩咐，家里都收拾好了，就等你们了。哦呀，快拿行李吧。爷爷。卓玛，外面了，回家吧。萨拉，累了就歇会儿啊。好嘞。扎拉，我刚才看见卓玛他们一家人回来了。卓玛，一路上累了吧？进屋休息一下。
孩子。别哭了，别哭过声子啊！妈妈。10几年没见了，你的变化还真大。要是走在省城的马路上啊，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可我认得你。怎么会呢？我们呀10几年没见了，难道我就没有什么变化呀？我去剧场看过你们的演出。真的？那你怎么没来找我呀？我当时这些年你们搬走之后，就再没回来过。是啊，时间可过得真快啊，一晃就是16年了。你过得好吗？我离婚了。对不起啊。没事，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经历了这么多，我发现呀，这省城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可是这假的东西也真多。算了，不说这些了。你呢？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吧？还可以吧。成家了吗？没有。为什么呀？像你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怎么会不成家呢？干嘛非得成家啊？我师傅说过，天地大的，草原大的，我要继续行走，把所有的民间的歌舞全部学会。那你的师傅是谁啊？任清师傅。任清？对。啊，我知道他，他是行走在草原上的歌舞大师，很有名的。我。怎么了，卓妈？没事，没事，我一会儿就好了。要不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吧？走。赵拉，我患了白血病。什么？白血病？你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刚开始我也不相信，可是这是真的。我在北京做了2次骨髓移植，全都失败了。那你可以去别的地方试试呀。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我想把最后的一点时间留在我的家乡，好好的陪陪我的父母。经历了这么多，我累了。回家的感觉真好。要是生活能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这也许就是老天的安排吧。不过这次回家，我能看到你，我真的特别的开心。阿爸来找我了。
我到了吃药的时间了，我回去了。咋西的嘞？你看，扎拉在干什么？好像是求婚。得了吧，哪有这样求婚的？你懂什么？我了解扎拉，桑吉卓玛是他心中的猎人。那是从前，现在不同了。难道他不知道卓玛得了绝症吗？小声点。大叔，卓玛在家吗？他正在休息。我想看看卓玛，可以吗？阿爸，谁呀？是我，扎拉。送给你的。真香，好久没有闻到这种香味了。谢谢你，扎拉。卓玛，我今天是来劝你，你不能放弃治疗。关于疾病，我已经做了最大的抗争，帮助我和关心我的人很多。我清楚自己选择的是什么。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回到医院去。我在北京住的是最好的医院，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医生们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了。所有可能的办法，我们都已经想过了。你不要放弃，我们可以找更多的人，肯定会找到适合你的配型。扎拉，谢谢你的心意。你能来看我，我真的特别的开心。关于病情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我这次回到草原，就是想开心的度过我最后的每一天。卓玛，不要灰心。卓玛，该吃药了。那你好好休息，改天再来看你。扎拉，他活不了多久了。2次的骨髓移植手术失败，他彻底的了解了自己的病情，毅然决定回到故乡。他要在家乡，在亲人们的温暖中度过最后的时光。谢谢你，谢谢你能来看望卓玛。我还会来的。扎拉，以前的事情，你不会怨大叔吧？不会的，我从来就没有过。
当年是我阻止了卓玛和你在一起。如果不是那样，现在事情都过去了，你也不要太难过。让我们一起加倍为他祈祷吧。送给你了，真漂亮，喜欢就好。这是哪来的呀？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还有神奇的礼物。扎拉，这么晚还不睡啊？没事吗？
先睡吧，写点东西。好吧，早点睡啊。那我到哪找你？傻瓜，家人的姑娘怎么能找啊？除非什么？除非你娶我。你愿意娶我吗？你将来真的会娶我吗？扎拉呀，有事吗？大叔，卓玛在家吗？刚吃过药，睡了。哦，那我就不进去了，请您把这个转交给他。哦呀。卓玛，我一直想为你写一首歌，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办不到。但昨天我把它完成了，希望你能喜欢。扎拉，你写的歌真的很好听，我特别喜欢，谢谢你。喜欢就好。我希望过几天的周周节上，你能唱给我听，可以吗？
师傅，你们快来看，谁来了？快来快来！扎了！师傅您来了。昨天晚上我们在月光的指引下，踏着节日的步伐来到你的下乡，你怎么才来呀？哦，这位是桑吉卓玛。哦，你常给我提醒的桑吉卓玛就是他呀！哎呀，姑娘。仁庆师傅，欢迎您来到我们家乡。啊，是的，姑娘，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我们草原上的骄傲啊！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又能跳舞又能唱歌，在我们草原上哪有几百年才能得了一个呀？仁庆师傅，您真的是过奖了。来，哎呦，喝上1碗节日的美酒吧。这么漂亮的姑娘敬酒，我当然要喝一杯呀。多谢嘞。多谢嘞。哦，谢师傅。真的。仁庆师傅，您的足迹踏遍草原，您的歌舞名扬四海，扎拉能有您这样的师傅啊，真的是荣耀。姑娘，你真会说话啊！师傅，我写了一首新歌，想在这美丽的节日里把它唱出来。哦，你终于写出来了，好，我亲自给你伴舞啊！我能请这位姑娘一起共舞吗？当然可以呀。卓玛，你阿爸一再嘱咐，不让你剧烈运动。扎拉，你就再让我跳一次吧。可是你的。好啦，也许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舞蹈了。仁庆师傅，能跟您一起共舞是我卓玛一生的荣幸，我等的就是这一天。跳舞就要尽情的跳，脚下的鞋底不破，我的舞步不止；眼前的河流不断，我的歌声不休。说得好，姑娘，江河的去处是东海，人生的舞步赛野牛，跳着跳着天上走，来，奏起乐来，跳舞吧啊！阿妈，
起，我再也不能孝敬你们了。文清师傅，谢谢你。不，姑娘，是我谢谢你，谢谢你的纯洁和美好，谢谢你的善良和真诚。你是我见过的唯一用生命跳舞的人。张兰，你写的歌我特别喜欢，答应我，你要答应我，要快乐的歌舞，快乐的生活。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你说。阿爸，阿妈，我要你们也答应我。宁儿，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们都答应你。我要让张兰替我填葬，可以吗？张兰。